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在泰国有一名去红石头路的警察，今日冲入去泰国东北部一间幼稚园乱开枪，目前上报有36个人死亡，其中24个是囡仔。国内今日增加46000多个本土病例，另外日本特别开放自由行啊，认可疫苗却是无台湾的高端疫苗。北韩伫早起搁再发射2粒飞弹抗议美国的航空母舰雷根号登到朝鲜半岛，这已经是北韩伫12天内第6届试射飞弹。新闻一开始，赶紧来看一单惊天动地一个新闻，就是在泰国传出重大枪案，有一名去红石头路的泰国警察，今日冲入去泰国东北部一间幼稚园乱开枪，目前上报有36个人死亡。这死亡的这个人数呢，其中有24个囡仔，而且这凶手犯案了后，伊也选择自我了断。这家长接到这个消息了后，真烦恼，赶紧来到现场，而且救护车也把这受伤的人送到附近的病院急救。根据到泰国的媒体报道讲，这去年因为毒品的问题去红石头路的泰国警察是一个34岁卡姆拉布，伊初六的时阵夹着刀啊甲枪走入去泰国东北部一间幼稚园乱开枪，杀死内面的员工。甲囡仔，这个犯人呢，伊犯案了后赛车离开现场。泰国警方伫今日暗头的时阵表示，凶手已经自尽，结束家己生命进程，也杀死家己厝内面的人。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46423个本土病例，那中重症患者有211个，死亡个案有57个，其中一个死亡的囡仔，伊是无注过任何疫苗，对发病到死亡干那7天。这今年到今已经有35个囡仔死亡了。另外，教育部也宣布讲，后礼拜四，也就是10月13开始，学校的教职员甲学生，若带做伙的人有人确诊，毋过家己本身无症状，而且做过3档疫苗，快筛2天拢是阴性，就会当去学校。那讲到民众要来做疫苗这部分呢，这新配方莫德纳疫苗，台北市宣布上紧70过后就会当开始做啊。新冠本土疫情抑搁伫高原期，初6礼拜四新增加46423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四增加3.9%。全台湾也是以新北市9000多例上侪，中重症有211例，死亡有57例，其中年纪上细汉死亡个案是1岁查甫囡仔，9月20日破病，诊断是脑炎，虽然转送医学中心治疗，毋过病况恶化，伫9月30日不幸死亡。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个案数是238例哦，其中今天有新增1例的脑炎死亡哦，所以死亡的总数是来到35例。因为后礼拜边境管制要放零，教育部嘛宣布，为13礼拜四开始，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工甲学生囡仔，伫自主防疫期间，作为大的家属也是室友确诊，若是有出现症头的，莫来学校上课上班。无症头的，若注满3剂疫苗，要有2天内快筛阴性，才会使来学校；若无注满3剂疫苗，3天前袂使来学校。第4天了后，若是无症头快筛阴性，就会当来学校上课上班。如果未打满3剂，依然依照指挥中心的规定，就是以3+4，3天的居家隔离，仍然以不上班、不上课为原则。另外，境外生入境嘛放零，为13开始，境外生入境免报教育部核定，入境免隔离，改做7天自主防疫。无症头的会当住1人1间的学校宿舍，嘛会当坐大众运输工具。若是有症头，就住入去隔离宿舍；后续若是确诊，就转住入去照护宿舍。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之前有讲到，这疫苗采购资料列作别件封存30年。外界质疑讲，这疫苗资讯无公开，闪过监督。早起卫福部长许水源伫立法院表示，相关资料是保存30年，毋是保密。甲每一间疫苗厂商拢有一个签订继续保密的合约。日本后礼拜是要来开放这自由行路，新增加5种认可疫苗。不过，这认可疫苗名单内面呢，却是无台湾的高端疫苗。这款比起来做疫苗增强身体保护力，为了得到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政府用多元购买加国内研发这2种。不过相关疫苗购买资料列作物件封存30年，互外界质疑是为了闪过监督甲秘密作业。早起，卫福部长许水源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强调，这部分是公文保存的必须年限，甲每一间疫苗厂有各签订继续的秘密合约。
这些预算你们都说这是秘密，要保密30年。目前我们取得厂商的同意，所以我保密多久？那个高端跟 AG 的话是保密5年，保密5年。那 Novavax 是保密7年。Novavax 是保密7年，那 BNT 的话是10年。根据审计部统计，到111年9月底，国内购买疫苗数量是6841万多份，整送的疫苗是2426万多份，拢总有9267万多份。其中国产疫苗高端购买数量是500万份，有立委质疑高端较无人做，即卖有170万份后期你要交爱消费，报废的比例超过1/3，等于是白白浪费百姓的纳税钱。你们已经展年第3次了，对吧？还要展年吗？应该没有了。对，因为现在有一些差不多100万剂的已经借期销毁了。另外，日本宣布10月11日开始开放入境自由行免签证，只要旅客注3剂日本成人的新冠疫苗，包括莫德纳 AZ、辉瑞 BNT、高生 Novavax， 各要科兴等11款，唔免 PCR 就会当入境。不过，到目前也是无看高端疫苗列入清单内。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影观众朋友，你感觉讲这钱是愈来愈薄咧？这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75%，比顶个月是搁较悬。其中国内的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亲像是鸡卵啦、沙拉油，抑个卫生纸，平均计销年增加竟然是5.84%，是这半年来上界悬的数字。调涨之后，生意会有影响吗？没什么影响啊，因为大部分客人来现场才知道有涨价。大骨汤加入新鲜的菜色肉片火锅料，店员的手无停过，一鼎刷着一鼎煮。天气转凉，不少人爱食的三妈臭臭锅大出公股，10月1日开始，一鼎起20块，上俗的一鼎已经来到150块。黄豆啊，你像我们这些豆干酱，已经涨得差不多10几%都有。去港马都去，火锅里面越来越没有料，超工减料，那这整体都不好啊。近年来通膨严重，原物料成本继续起，在物价起袂停的时代，民众真正有感不觉？什么都贵啊，薪水又没涨。美国通货膨胀，欧洲通货膨胀，那么币值一直往下掉，所以钱会越来越没有价值。主计总处公布上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75%，起伏比8月的2.66%扩大。今年1月到9月的 CPI 年增率平均起3.06%，特别注意的是17项民生物资平均起伏来到5.84%，比顶个月扩大。其中鸡卵起上悬35.85%，沙拉油、调理油起16.03%，创163个月来新高。卫生纸、面纸甲纸巾仔起5.89%，是37个月来新高。未来沙油或许涨幅就不会再明显扩大了。它主要是受到国际黄豆价格之前提升的影响，完全受到国际纸浆的影响。不过国内的厂商的调幅有限啊，所以涨幅并没有像那个沙油那么大啊。另外，在美金继续强势之下，台票汇率行落。进口物价指数以新台币价格比去年同月起17.21%，继续维持高档，显示国内数字性通膨的压力犹原伫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有一个诈骗集团，甲人骗到柬埔寨，每骗一个台湾人，就通好赚到10万块。检方今仔日侦查终结起诉这姓张的女性，计共3个人。只是讲另外一部分呢，这个柬埔寨诈骗案伫国际社会当中引起众人关注。当地政府为着要展示家己打击犯罪决心，这柬埔寨移民总局就讲，目前有920名的外国人因为犯罪，听候因咧甲因赶出境。那中国人就占了600多个。另外也抓到53名涉案人员，是因为牵涉到人口买卖这块的罪案。这内面有43个竟然是台湾人。犯下柬埔寨人口贩卖，中华这个姓张的查某人涉嫌诱拐国人去海外做工，不过是做诈骗专卖。今年8月，被人逮捕，将近2个月，检方查了侦查终结，依照违反意图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这个罪嫌，起诉伊在内的3个人。路上刊登这个，比如说借贷的广告啊，或者是提供工作可以快速赚钱的广告来吸引缺钱的民众跟他联系，他每骗一位出去呢，他就可以有10万块的奖金。
竟然相信这种的话术，戆戆互人骗出国的至少有4个人。若早想要返来台湾，敢若2条路：摕40万块来赎身，若无就爱掠高铁，一命换一命。伫被害人内底，另外有3个人伫机场就互人抓落来。检方发现，因本来就知影是出国去做诈骗。面对柬埔寨的诈骗风波不断，当地政府嘛宣示打击的决心。柬埔寨移民总局讲，目前有920个外国人伫当地牵涉到违法行为，等待互人驱逐出境，其中包含674个中国公民。他们有在抄园区，完全不看谁的面子，谁都抄。但是通风报信还很多，有抄到空的，所以园区大规模的转移到缅甸跟辽国。尤其最近的扫动行动，根据《简中时报》报道，警方一群掠到53个涉案人员，因涉嫌将属贩卖人口这个犯罪，为中国甲台湾来的都有49个人。根据了解，台湾人都占43个。记者综合报道。国安局长陈明通访问泰国行程，说互人抗上网络。面对着立委的质疑，陈明通表示，这是中国的认知作战，也讲泰国这个海关所使用的监视器，就是中国华为的监视器。另外，政检局长前局长呢，这个简士伟，伊9月带团访问美国，这行程也是向公开。政检局也证实讲，伫咧准备的时阵，这资料就泄露出去啊，目前也等咧调查。我们在裴洛西访台之际还3度发声明，就为了叫林志坚吗？红媒体包围国安局长陈明通含伫林志坚论文案，甲7月泰国乡田洪记讲，车来到立法院报告，面对媒体追问，一概无回答，立委高度关切。陈明通指出，这是中共认知作战，利用临时设立网站公布消息，主要是泰国出问题，也毋过立委无认同，认为陈明通作为台湾情报首长，说服中共将案行踪，要求赶紧指挥进行内部清查，检讨国际交换情报定数。老公有这么厉害，连你饭店收据都有，这些是内部只有驻外武官、驻外单位跟内部作业人才会碰得到的东西，这个你不清查，你会非常严重。那是因为泰国海关使用的是华为的设备，有没有这个事项？我们了解这个确实他基本上，我们看到他那个监视器基本上都是华为的。陈明通表示，国际性网害内容真可怕，会审慎对待。也毋过，前政治局长简士伟9月带团去夏威夷参访，行程同款向公布，立委烦恼影响台美情报交流。对此，陈明通答应这类代志袂阁发生。前置的这个作业流啊，就已经泄露出去了。编的专案小组针对这个这有关于作业流还有这个对象。外流的管道以及对象我们都做一个调查。中共8月发动围台军演，陈明通讲有掌握真珠，也表示蔡总统任内未发生战争。另外，林志坚论文涉嫌抄袭，陈明通把昨摆替林志坚调查立委要求伊向吴政峰回实例。陈局长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但是据了解，陈教授已经日前在律师的陪同下，向台大社科院调查小组做出完整的说明。同时提供多份经由台北地方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公证的相关证明文件，供调查小组参考。陈明通表示，相关案件分别由教育部诉愿甲司法庭事进行，无进一步评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有讲过4届，讲会出兵来协防台湾。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昨也讲到拜登的讲法，并无改变美国对台政策。台湾关系法本体就明确表明，若准有人要用武力来改变台湾的地位，美国一定会出手。南华局势紧张是引起美国真大的关注。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这个是参加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论坛，指出讲中国的威胁一直增强。面对中国8月的围台军演，莫健讲到台湾关系法，甲封锁台湾看作是威胁，强调美方会支持台湾自我防卫。总统拜登4摆拢讲到协防台湾就是根据这。The original documents make it clear that we would have to do something if there's an attempt to change Taiwan's status by force. That is, in a nutshell, what the president was saying.
目前强调，若是想要用武力来改变台湾地位，美方就会有作为。针对台海是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船只主要的通道，但是强军一直来超过海峡中线，想要甲台海内海化。伊讲美国一定会保卫台海和印太区。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伊武春讲，台海是国际水险，就是大家爱遵守的红线。China warned us no warship passage through Taiwan Strai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id it almost 60 times, 60. We essentially internationalized Taiwan Strait as international water. 面对中国有可能透过红岛来做攻台的征兆，纽约时报讲，美国计划把台湾变作真大的武器库，确保台湾有武器会当自保。一直到美国也是国际介入，要把台湾的相当高精准的先进的军火存量。必须达到一个安全存量，所以会提早递交相关的军售项目。佮讲甲美国是买汽车和刺针飞弹，和各做的防空飞弹、管南巡弋飞弹等等，都会当互台湾对抗中国是真厉害。不过美国若是要伫台湾欠遮侪武器，除了爱克服闪线加上运输的风险，嘛爱分散配置，才袂互中国来破坏。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陆军航特部呢有一台 TH-67教练直升机，在去进行例行训练的时阵，发现这仪表板故样导红灯，赶紧停伫台南土城圣母庙的停车场。军方表示讲，迄当时直升机顶头有2名飞行官，在起飞了后无偌久，就发现这导红灯啊，先依照着作业天数爱先扣落来，人甲直升机是拢真平安。因为这直升机呢也会拖登去做检查。普罗佩拉是个真大声，民众感觉真奇怪。庙的停车场内常常有直升机降落，机上会当看到穿甲真显目的飞行员。这个千里眼顺耳只安尼飞过来安尼，回到这边。越来安尼。就那个声音怪怪的，原来以为只是一般的一个，因为对正常的一个训练。没多久，我们进到办公室就接到民众打电话来说，直升机停在我们后面的广场。早起10点45分，这台属有陆军航特部管辖飞行训练指挥部 TH-6怪教练直升机，10点半为台南归仁基地起飞做例行训练。标定目的地是台南机场，好亲像飞5公里左右。机上经过消息导红灯，已经先降落。为确保飞行安全，基依标准作业程序，与台南鹿耳门圣母庙预警性降落。那目前机况其他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会针对这个警告灯亮的原因去做一些详查。直升机初步巡查状况正常，军方是讲2个飞官是机长罗孝教，飞行时速2200点钟；副驾驶是那孝教，飞行时速1000点钟。一个发现各样都依照标准作业天数，已经先降落关机，处理正适当，人甲飞机平安。除了请拖车甲直升机运回基地详细检修以外，嘛成立调查小组，要来查相关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今年顶半年，因为这奥多拜事故致死死亡人数是破千人，交通部准备要增加奥多拜驾照的实地路考，来降低这奥多拜事故。目前民众要考这个驾照进前呢，拢爱先完成危险监知影片测验，才会当去报名要考驾照。不过，也有立委发现讲，这项影片测验若准甲全部拢甲写唔对，有关是会当考试。那要安尼新的规划，究竟是要创啥呢？报考机车驾照进前，爱先进行危险监知影片测验。影片模拟机车伫道路行驶拄到各种状况，不过并无说明安全使用。民众向一直看雾煞煞。他说明没有很清楚，对他只是直接就进影片，你第一个影片你可能会反应不过来。不是很理解他要我想我看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要点哪里。我考0分哦，受挫折啦。如果你考0分没有通过。我以为就不能报名了，原来还可以。面对亲身体验，发现全部唔对，买当继续补考，批评有敢若无力。交通部回应，机车考照监知测验的设计是希望增加民众行车安全的观念。网站设计若是民众无了解，会检讨改善。为了提升骑机车人的安全，交通部当地研究是毋是加目前机车考照的宽张路考，提升亲像汽车的道路考照。我们期待他是对路况了解包括谁会对他造成伤害，或是他自己应该遵守的规则。所以我想到这部分我们是出于降低机车死亡所做的一个第2阶段的一个计划。
根据交通部道安会统计，今年1月至7月，机车事故死亡人数有1124个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08人。要安怎透过机车考照来降低机车事故的比率？公路总局当地研究，上近年底就定出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公布的这米其林指南的台南无餐厅入选，台南市政府最近就办一个我心目中的米其林票选活动，整理30个市场50间的这个单位来销解台南的好料理。不过，真侪台南人是真无介意这款的行销方式。伫台南的东菜市，一透早地咱看到袂少人，除了买菜以外，有的人是专工要来找在地小点心。他们那个台南的人介绍的。所以都会来这。民众排队买的就是这间润饼糕，青色润饼皮，甲这肉丝豆菜拢总包起来，互人敢若想到嘴来插插滴。这间润饼店嘛是这届台南票选活动的其中一档，不过市场另外搁一档古早味的担仔面，虽然嘛伫票选的名单之内，煞真惊名声愈响，会愈无用。是讲老主顾若顾会调就好啊。吼，你食我一碗面吼，至少爱等20分钟嘛。恁若甲我剥脆吼，可能爱等1点钟。伊若推动这米其林来讲吼，真正袂歹，这个构想吼，这对市场嘛有帮助。2022台南米其林之一无一间入选，引起民众的讨论。台南市政府担着主办我心目中的米其林票选活动，列出台南的30个市场50档，要发现在地小点心。不过活动公布了，民众嘛有无共的见解。其实在地的台南人觉得，这些好料的就留给我们自己就好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台南的美食，其实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啦。其实现在办这个活动，我认为是锦上添花啦。花了相当大的这个努力，让传统市场跟我们超市其实看起来都是一样进去里面感受也是一样，都是清洁明亮又好走隐身在市场里面的美食，也值得你来去挖掘。主办在地米其林票选活动，发现在地小点心。虽然民众有无共的看法，不过台南市府也是希望透过活动，会当互在地民众找到家己心目中的米其林。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北韩伫今早起，搁再发射2粒弹道飞弹，抗议美国的航空母舰已经飞登到朝鲜半岛。这已经是北韩12天以来第6届发射这个飞弹，致使区域的关系变更较紧张。联合国安理会拜三紧急召开会议，讨论要强化对北韩的制裁，却引起中国罗西亚的阻戒。北朝鮮が繰り返す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は関連する国連安保理決議にも違反するもので断じて許されず。北韩当地时间今仔日早起6点多，各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峡发射2粒低糖弹道飞弹，拢落伫日本经济海峡外围，再度引起日本的不满。平壤方面是讲，是为了抗击美国甲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这已经是北韩12天以来第6摆试射飞弹，拜日的中程弹道飞弹也阁飞过日本顶面。美国随即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希望强化对北韩的制裁。不过自从5月提案失败了后，这摆同款拄着阻力。The DPRK has enjoyed blanket protection from 2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hese 2 members have gone out of their way to justify the DPRK's repeated provocations and block every attempt to update the sanctions regime. 美国大使直接点名，中国两国和金正恩有好势，中国虽回呛，美国定举行联合军演，这是威胁区域稳定的乐观。实际上，奉行双重标准，进行政治操弄，毒化了地区安全环境。俄罗斯也符合中国认为扩大制裁对化解区域紧张无帮助。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и повторим вновь: введение новых санкций против КНДР – это тупиковый путь. Мера, которая, как мы уже сказали, не приносит в случае с КНДР ровным счетом никакого результата. 分析指出，北韩看准联合国安理会意见不共，向谈判中期遥遥无期的时机，恐怕会发动更较侪武器测试，甚至可能伫中共16、20代了后第7摆进行核子试验。面对北韩一连串的假术动作，美国拜三紧急下令航空母舰雷根号战斗群重返朝鲜半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伫下昼甲南韩总统尹锡悦通电话，双方同意提出新制裁，加强对北韩施压。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罗西亚总统普京明仔载就是70岁生日，伫咧伊的生日进前签署法律，甲这乌东西的地区接落来。
这个罗西亚有一寡民众竟然讲这是一份生日礼物，不过后面伫下晡也公布对罗西亚上界新的制裁。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сегодня поставил точку в юрид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вхождения 4 новых регионов в состав России. 俄罗斯总统普廷在5签署法律正式宣布，将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甲扎波罗热等4个地区并入俄罗斯国土。虽然俄军表示伫赫尔松收复部分的失土，但不过克里姆林宫关键人讲，伊愿意继续甲想要加入俄国的民众协商，将会夺回某一寡土地。这月凸显猜测，特别过70岁生日的普廷，有完真有野心，超出外界所想的。 Мною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Ее цель – защита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8 лет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издевательствам, геноциду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今年2月2日，普廷拿到去纳粹化的机械入侵乌克兰，这也是伫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了后，普廷再度对有意加入北约的乌克兰出兵，想要到这摆俄军做具顽强抵抗，战术无像伊所想的顺利。 Всеми имеющимися у нас средствами. А те, кто пытаются шантажировать нас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роза ветров может развернуться и в их сторону. 在开战半年外了后，普廷一面对内动员征兵，一面用核武威胁，搁借着天然气供应反制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不过欧盟已经决定对俄罗斯并吞乌东领土实施新的一轮制裁，包括加强限制俄罗斯在钢铁甲科技产品方面的贸易，搁对俄罗斯海军关油油价设定上限。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 罗西亚总统普廷进前有下令，这部分军事动员令到初时已经有超过20万人去互征调。一寡有被军人入伍了后，参加乌东的战区训练。因也讲受训了后，感觉到无遐惊吓。不过，若准会当点入厝内，犹原是上好的。因也讲到这乌克兰军人已经是烧战超过半年了。虽然有的官兵感觉讲是真想要回去厝，也特别无力啊。不过，因也讲会继续守护国土，继续来拼。 连续发射精力装备，这寡穿装备的是拄啊开始学习使用武器的俄罗斯有备役军人。Полный вперед! За родину, матушку Россию! Вот, как бы так. Больше нет страха. 根据俄国总统普廷政治发布部分军事动员令，根据俄国国防部，到初时为止，已经有超过20万人奉征调进伍，部分新兵也送去乌克兰东部的战区接受作战训练。有一款人受训了后，惊吓感已经降低，认为无想的遐尔可怕。不过真正要选，也是唔通面对，唔是生就是死的战场较好。 Мобилизация – это такая штука, где особо-то не спрашивают. Конечн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чтобы ничего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дома находиться. Надо, значит, надо. 另外一边的乌军斗志犹原真悬。 乌克兰防治枪已经8个月，乌军自一开始无被看好，到展现顽强抵抗力。最近几礼拜，佫开始定拍赢，陆续收复东部甲南部数十个地区。面对俄国动员有备役，因无咧惊。 Їхня мобілізація, ну то скільки б там їх не було, вони все одно теж не сильно хочуть з нами воювати. Там були пару і полонених, і то і дехто за гроші сюди приходить, дехто. 乌克兰士兵强调，家己是为家园存亡来战，这就是俄乌双方军心士气上大的无共点。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译。 讲到伊朗的头巾示威是愈来愈激烈，因10月开学了后呢，这高中生也加入抗争行列，伫校园内面化口号，甲头巾拆掉，而且拆破因领袖的相片。另外，伫法国着这查甫名青为着要响应女权，也甲伊的头毛剪掉。讲到这个抗争已经超过半个月啊，也变做是全国性的降温。不过，伊朗政府继续伫咧镇压，上无有154个人死亡。 伊朗的科尔曼街头4家拢是示威者，学生用一把火把包头巾烧掉。22岁库德族女性艾米尼伫9月中，因为无甲头巾戴好，互道德警察以违反服装规定掠走了后死亡。这互民众是真生气，对街仔店甲学校4家拢有人在抗议。所以安全部队是摕棍仔对咧后壁，嘛无法度停止学生的抗议。10月初开学的高中，伫咧学校内面嘛共款开始反政府。
这是伊朗最近几年来规模上大的学生运动，上大的精神头人哈米利是甲责任塞给美国和外国势力的介入。政政府的游行内面，还有女性是坚持要支持低头巾。حجاب الان به عنوان یک قانون در کشور ماه و اینکه به نظر من شهیدان رفتن که این حجاب رو سر ما باشه。为艾米尼发起的示威，就亲像崩起的炸弹，要求女权和解放的火是真紧要对外烧出去。除了伊朗国内真生气，国际社会嘛真愤慨。For freedom。法国影后朱丽叶·碧诺许和玛丽永·科昂是带头来做加头毛的运动，女明星把头毛夹落来，字幕是咧讲艾米丽的遭遇。这画面底下军媒体是一直流传，巴黎的艺术家嘛伫隧道是画图，每一个画面拢伫咧要求开放伊朗的女权。伫伊朗，长头毛是女性美丽的标识，公开加头毛就代表上亲上大的抗议。后面一个伊朗裔的瑞典代表嘛伫咧演说内面甲头毛夹掉。会当注意的是，即摆参加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真侪拢是查甫人，这伫过去是真罕咧看到的。一直拓开的示威代表希望革命必胜，但是伊朗名声真歹的安全部队面对青少年镇压是同款无得客气。伊朗的人权团体是估计至少154个人伫抗议内面无名。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当地测试崩泻落来，迄当时因国防部的内陆爬山学校有一个队伍当咧训练，说是被副导生30顶布棚拢去互放落来射砍掉的。印度的国家灾难应对部队甲空军接到通报了后，遂派人去抢救。伫41个爬山的人当中，上无有10个人死亡，20多人失踪。材料大片的白雾冲过来，会当看到远远的营地布棚，互白雾带起来。真侪登山客嘛向公逃走。印度喜马拉雅山当地测试发生射放弃了后，印度国防部一支担咧训练的登山队伍，原本要为山顶登去营地，却被副导生造成30顶的布棚拢互带起来。ये जो घटना बेस कैंप 13,000 फुट पे है, घटना 17,000 फुट के आसपास की है। तो वहाँ से कल बता रहे थे 26 मिसिंग है, 4 बॉडीज हैं। आज जो है 6 बॉडीज और मिले, टोटल 10 बॉडी वहाँ मिल चुके हैं अभी तक, और हमारी टीमें वहाँ लगी हुई हैं। 外国媒体报道，这登山队伍拢总有41个人，学生34个人，教练7个人，拢互带起来。印度国家灾难应对部队甲印度空军接到消息了后，嘛派出直升机到现场搜救，互救倒来14个人拢有一寡惊吓，有一寡人更加是脚部惊袂下稳，受伤人最后拢送去病院治疗。अल्टीट्यूड 17,000 है, हेलीकॉप्टर्स 13,000 पे लैंड कर पा रहे हैं अभी, और हम एक एडवांस लैंडिंग साइट भी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ने की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जो एवलांस साइट के नज़दीक हो, और थोड़ी ऊंचाई पे अगर हमको ऐसा कोई स्पेस मिलता है वो हम कम्युनिकेट करेंगे और फिर चॉपर्स वहाँ पे लैंड करेंगे तो फिर हम लोग और तेज़ी से इस कार्रवाई को कर पाएंगे, लेकिन अभी ये स्थिति है। 去年这山区冰山就因为破裂引起射放弃了后，造成8人死亡。这个事故是印度登山历史内底上侪登山学员因为射放弃过身的代志。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嘛为此感觉悲痛，嘛向罹难者的家属致哀。国际新闻台上朋友。民众党新的市长参选人高虹安的朴素论文抄袭证据继续伫咧滚价。主策会即马也讲，这引用的比例有超过8成，超过这合理使用的范围，可能会来提高。民众党也批评讲，这是民进党伫咧压迫。高虹安也讲，朴素论文有113页，主策会期刊论文只有刊6页，引用无到8成。我们会主张我们的著作权，那要求这个对于著作权的部分的尊重，那我们会寻求法律的途径来进行解释。民众党新的市长参选人高虹安朴素论文抄袭记录，主策会改变顺学术引用无授权问题讲法。这个大长弯改讲超过合理使用范围，无排除故意。民众党是批评民进党压人别口径，民进党是颠倒讲因私色行动。资策会。你是多怕民进党？你是多怕柯建铭？国家还是我们的经济部是民进党开的吗？法院是柯建铭开的吗？法律是由柯建铭来去解释的吗？请高虹安候选人面对问题要说清楚、讲明白，请不要再用逃避、说谎跟切割。
组织会判定论文有8成引用，不过国防安讲论文拢总113页，组织会期刊论文敢若刊登6页，绝对无8成同款的可能。回应组织会以外，嘛无袂记咧拼选战。就第一次吃到就是这个脏脏包，然后我就惊为天人，想说，这也太好吃了。对，而且那一天其实在这个就是脏脏包吃了一个之后还不满足，还把其他剩下来的把它带回去。国防安找好朋友开直播推销新的美食。国民党林经仁是提出清零政策牛肉，以就业、创业、基大问题、甲多元发展这3方面，提出青年未来3支箭，包含培育在地人才，厚植创业动能，争取兴建3000户社会住宅，其中20%作为青年住宅，落实居住正义。林经仁也进一步提出列宁共享医拜政策，要满足民众日常通勤需求。新卫防嘛拄仔发表135交通政策，希望会当解决竹科交通塞车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中选情的部分，这台中火力发电厂乡土团机组换乡天然气机组的规划机庭内，这台中市政府立场出现变化。市长罗秀燕今日表示，同意先予台电起一座这乡天然气的，过当年则拆掉2座乡土团的。不过，立营也批评罗秀燕任内台中的空污完全是无改善。台电也讲早就是安尼规划，只是台中市政府伫咧拖时间。台中的天顶又过蒙，连见都无好。中台湾搁进入秋冬天，空气污染季。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批评，这几年 PM2.5 的浓度排名甚至倒退。罗秀燕政府4年前讲，市长换人，空气换新的竞选口号明显跳票。空气其实数字就知道了啦，这个 PM2.5 浓度在林市长最后1年，在台中在22个县市当中排名11，那卢市长做了4年之后，现在排名是第12。所以这样的空气品质，大家可以接受吗？这个不但没有进步，还倒退。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讲，正仍坚持台中火力发电厂先拆燃煤机组，再去燃气机组的立场。不过，考虑国家经济发展加空气品质问题，才决定同意予台电起1台燃气机组，过当年台电拆2台燃煤机组，加1支延长。中央答应台中市政府，他们燃气机组盖好以后，就可以拆燃煤机组。那我们的这样的一步是好，让你先盖燃气，然后呢，我们再来拆燃煤哈。那各取所需，那已经达成协议。台中市政府讲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不过台电是讲原本就规划先起燃气，再拆燃煤，批评是市政府发照伤慢，规个进度拢拖慢去。台电公司这边的规划，我的燃气1号机商转以后，隔年我们就会把那个烧煤的1号机、2号机呢，我们就会把它除役跟开除，我们已经慢了，所以慢的原因就是台中发照发得太慢，所以这个都 delay 了，本来应该可以更早一点。台电强调，台中科学园区增加用电正急，赶紧予燃气机组上线商转，才是正确的能源政策方向。目前规划第1台机组2025年上线发电，2026年第2台机组加入运转。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这公立幼稚园是真有抽到，虽然瓜市府自3年前就把这准公共幼稚园列入去公共托育政策内面，并且也肯定这个方向，不过也受家长认为讲，这公托也有师资接送时间等等的问题要改进，这是真正符合家长的需求。下班赶去小学才大汉的，刷落过去私立托儿所来接细汉的。丁小姐当然希望2个囡仔会当共学校来接送，但是台北市的公立幼稚园就是乌抽。像明年我们2岁要去抽公幼，那个又是一个生死战，所以我今年就开始在研究要登记哪一家，对，要登记哪一家比较容易有机会这样子。一个住伫新北市，但是翁仔某拢伫台北食头路的家庭，妈妈小琪就因为讲又较早下课，休热休寒拢放假，考量伊甲翁婿下班的时间外，就伫接送私立幼稚园。如果我很晚下班再去接小孩，他会不会是最后一个才接？而且其实公幼再加延托，其实换算起来，你会觉得钱其实多几千块，你就可以读私立，而且教更多。好，6-6。
两个家庭选择无相像，不过同款凸显台北市公幼唔但名额无够，接送的时间嘛无法度满足家长的需求。台北市长主要的参选人，拢有针对托育需求提出相关的政见。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市长提出要增加公共化2岁幼幼班，6至18岁逐当分1500块的价幼券。报道指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是讲，会参教育局讨论5岁纳入义务教育，3岁至4岁免学费等规划。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周万安是讲，2岁至4岁需要补助，要对逐学期13660块，提升到逐当补助5万。不过，长期关心者的基地催生人名，点出地方政府爱实际扩大公共托育能量，才是该放。家长的需求不能等。孩子他就一年一年的长大了，所以我们要赶快发钱，赶快来补救这些目前托育市场上面缺失的量能。但是其实对于政府地方的发展来说，我们认为还是要投注在公共托育服务的建制上，它才是一个比较长远永续的规划。就台北市目前的公共化幼稚园，民间团体调查，公家部分占4成高，私立部分占5成高。那加上市府对108年起补助私立转型的准公共，公幼比例会当到7成。不过对于民间团体来讲，准公共只是暂时解决问题，因为师资品质无法度管控，嘛要延长公托的时间，符合父母需求。另外，嘛有台北市议员认为，真侪闲置空间通规划做公托，不过需要政府来协调。确实有一些空间，它会造成说有些居民或者是学校，他不愿意释出空间，可能会造成周边的邻居或者是说小朋友之间有彼此的干扰。地方政府应该要积极跟周边的居民去积极说明。未来的市长人选拢提出评即马搁较有感觉的津贴补助，不过真侪做家长的搁较期盼友善的一场甲政策，互因免伫工课甲接送囡仔之间来走动，就是对因真大的帮忙。记者陈立旭开台北采访报道。为着要鼓励这农民种好米，农委会今仔日举办这种稻仔高人的冠军赛颁奖。另外，印度针对部分稻仔扣20%的出口税，农委会强调国内稻仔生产是超过需求，袂扣出口税，也会在确保国内米的供应充足。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做的翕相，感受得到冠军的公营，对台东池上内的农民动金满，和桃园杨梅的农民叶喜帖，在今年稻米达人的冠军赛内面，一个是有机米的冠军，一个是好米做的冠军。我的稻子晚上被落山风给吹干入水了没有？它病害虫害比较少。靠天吃饭啊！今年天气特别的异常啊，那只能说随着天气变化去改变策略了。不过，受到乌克兰俄罗斯战争的影响，和国际粮价是大起。印度是针对部分的米收20%的出口税，三米大国泰国和越南也想要起价。对这农委会是强调，国内稻米的生产是超过需求，未扣出口税，买保障国人用米拢够。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让每一个品项消费者所需要的，都可以安全无虞的来提供。希望我们的改良场试验所不断的研发出来，还有我们的农民朋友自己也去做育种，让台湾的稻米可以再创造更好的品种。除了未扣出口税，农委会嘛讲，国内每年外销量干那20万公吨，规个米的产值有400多亿。希望透过稻米高人的比赛来鼓励农民，让家己种的技术更较好，做出更较好的品种。尤其即马麦啊混杂物资一直起，食米绝对是上好。记者综合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第6届成功新秀舞台，有10外个无工剧团的优秀新演员做伙来大车拼。除了有歌戏、京剧等等5个戏种以外，也会当互民众看到这新一代演员安怎把这老艺人的功夫传承落来。台中
少年辈演员当咧搬白贼七顶顶才会歌戏出，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对2016年举办到达已经第6档的新秀舞台，这届除了延续双剧种的形式，嘛阁增加着专场演出，和一寡少年辈通有家己的机会。那这一次他把这出戏的精髓跟他的表演的能量，通通传授给王杰霖，包括是眼神，包括眼皮要多松，他都学到了。团结中心表示，这个因改变演过方式，采取公开竞选，搁再由着7点人邀请演出，总共有12个戏剧团，再来新秀，包括歌戏、客家、京剧等等的剧种，互因通共台拼戏，就算歌戏，观众嘛通看到无同的气味。所以呢，咱能够看到，虽然同款是歌戏，但是伊无同款的风格呈现，所以对着少年人来讲，是一个真好磨练的舞台。团结中心表示，这个新秀舞台嘛是一个传承的意义，让大家见证着新一代演员如何传承资深技术的功夫。剧展对10月20开始，在台湾戏剧中心演到11月中。记者陈柏丽、台北采访报道。新竹县台北市有一个真受大家欢迎的音乐装置艺术，创作者就是桃园高雄管乐团的前团长。伊退休了后，等到新竹的老厝，家己开钱进行环境的改造，打造出用各种喇叭来装台的艺术品。塑料喇叭、小吹、搁萨克斯风，每一个装置姿势拢无同款。毋过顶悬拢有一项乐器，就亲像一支乐团当咧公园内底演奏。这个装置拢出自原地在桃园高雄管乐团担任团长的陈良生亲身打造，请真侪民众听卡欣赏，兼做乐团指挥。这个管乐团你可以指挥家由你来当甚至有这个心心相印的这个装置艺术。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要废弃的。可是我就想说，利用这个废弃的这个乐器，把它重新再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陈良生退休了，回来新竹老厝，发觉老厝对面的爆花顶悬一直发臭，决心要来斗3工整理，就开始收集报废的乐器，打造出乐团艺术装置。希望就是说，让这个美好的事物让所有人来分享。那我们也希望，爱好音乐的人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共同来继续往下发展。陈良生讲，伊计划未来要搁加入拍鼓的，甚至会使自动发出音乐，继续扩大乐团的规模。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10月17是国际消毒病菌日，家福基金会主办甘苦生活节，到今进入到第9档。因表示讲，这2年的统计发现单亲妈妈的比例超过一半，而且大多数拢是受到疫情去扰乱着因的生活。这回邀请艺人何君祥来做爱心大赛，希望透过艺人的分享，让更多人知影伫社会当中的故事。我有时候会在妈妈做家庭代工的时候，我会在家里帮忙顾弟弟妹妹。爬上台顶分享家己的日常生活，虽然看起来歹势，但是各种理念的小安对家庭所有的付出，拢是来自一份对妈妈的唔甘。家福基金会为着响应10月17日国际消毒病菌日，主办甘苦生活节，希望借着2个单亲家庭的故事，提醒社会这个世界也阁有真侪需要关心的人。其实这2-3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甘苦家庭家长们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女性的家长。家福基金会表示，因所辅助的单亲家庭当中，单亲妈妈占超过一半，所以因认真推动家长的一零培训。亲像这位来自印尼的单亲妈妈安娜，就在基金会帮助之下，摕到主家的证照。我感谢家福有开个这个课程，这是什么？就是那个家长方案课程就是鼓励姐妹们多多参加。艺人何君祥是甘苦生活节的爱心大赛，亲身拜访单亲家庭，嘛参与互动一段时间，已经做爸爸的伊，真心佩服这个单亲妈妈。单亲的妈妈，然后一个人要抚养孩子，然后又要身兼父亲的工作，又要去外面工作养家，然后就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送出一张家己甲弟弟妹妹画的图，小安讲要感谢何君祥来到因兜陪因佚佗拍球。家福基金会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让社会注意到这弱势的家庭。记者麦上英宗派文台北报道。
嘉义市溪底协会最近成立爱心加避风加爱心共风，让新兴中介者有头路通好做，也会增加因接触社会机会。身体障碍囡仔专心画图，画好了后要来甲图片变做画仔厝。嘉义市溪底协会最近扩大原本作业所的规模，成立咖啡店，增加身体障碍学员的出路。有些家长他觉得说，好像不太可能。我们说我们不要说不可能，把它画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不要把它画地自限。然后他们家长也都非常的支持。市政府社会处表示，身体障碍者伫18岁离开学校了后，刷落来学习甲社会接触拢是问题。透过公部门甲民间团体的协助，希望因当伫社区内底替大家服务，嘛增加社会参与的机会。我们的这个成年的身心障碍者，离开了我们的这个学校的环境之后，能够有一个地方去。那小作所它就是有4个小时，每天大概就是4个小时的这个作业，那它是要实际从事生产的吼。这间新启用的爱心加避风楼顶原本的日间作业所也搁伫咧，后壁增加小型的农场甲篮球比赛场地。溪底协会表示，这个所在互一寡程度较好的囡仔有发挥甲进步的空间，嘛增加社会大众对身体障碍者的认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天赛的这个二刀流，日本球星大谷翔平，伊差1局的投球，就会当达成年度规定的投球局数。伊今仔日伫天赛本季最后一场例行赛正做先发，虽然天赛落尾是输去，不过这季伊已经投166局，各共666色，正做大联盟有史以来头一位投球共球拢达到规定标准的球员。攻占一垒，吹加着教练摕来手套。打者翔平本季第663个打席都是安打，一局后半场投手大谷上场先发。先发头一局，大谷就互运动家打者3上3落，因为大联盟1959年采用资格规则了后作为投手，爱投完加赛季场次同款的162局，这局当时大谷本季第162局，伊主投5局，61分了后退场。虽然天赛最后2比3输球，相当败阵，也不过本季累积166局，666个打席，正做大联盟史上第一位投打拢达到规定標準的球員。一つずつやっていくことに対してのその規定に2つやっている段階で乗るかどうかが自分としてその目指すべき数字なの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やってみ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んで、それが分かったのは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小路属于家己的棒球历史，大谷比赛了后真平静，无特別想法，也不過表示對球季進入季後賽唔忙。全体的な、個人的に全体的には良かったかなとはもちろん思いますけど、それでも、今日で終わっ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は、不本意なところではあるので、本来ならここからがスタートというか本番ぐらいの感じでいければもちろんいいですけど、それを目指して来年頑張り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大谷翔平本季28場先發，19勝9敗166局，送出219次三振，防禦率2.33，157場出賽586個打數，攻出34粒紅不朗，95分打點，打擊率2.73，出賽場次生涯新冠，成績穩定。伊去年獲頒美聯 MVP， 今年有機會佫競爭。伊上強的對手是只攻出本季第26粒的紅不朗，女是美聯，單季上濟紅不朗記錄。包辦131分打點的洋基隊法官謝志，記者綜合報道。帶觀眾朋友來看明仔載天氣。基隆到新竹對24度到31度，苗栗到雲林對24度到33度。嘉義到屏東對24度到33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4度到31度，平湖金門馬祖對14度到31度。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載暗時1點咱再相會。